经里面有一句话是有道无术，术上可求；有术无道，止于术。这句话到底啥子意思？你跟我说下嘛。爸爸以前跟你讲过嘛，头是天，地是用，桥是根，树是华山，草是地是河道，你都是搞表演嘛。我听妈妈说的，现在是你家的父母，这些的娃儿，是钢呀，是舞蹈呀，我们都晓得。但是已经说道再见，把道学会了，但是其他东西时间挺多了噻，千万别不能去做，不用别动，就是这道理噻，道理不是道，不能再做一条。也睡不着，就是嘛。我们看古代嘛，有这些聪明人，就是下的就是嘛，算是诸葛亮，小张也厉害，姐姐也厉害，小文文也厉害，还发明了好多东西，想说美国航运。都是慢慢学习，然后复制呗，复制就学不完嘛。还不是还没听说，把道搞清楚了，晓得万物的规律了，他一看就会了嘛，就不用学了噻。太多人不明白，还在可怜治疗。就像孔子说的，人人无耻，就是这道理噻。就像现在很多人真正也都这样，只晓得学各种技术，不晓得这钱到底咋子来的，帮助别个，结果他会给我们钱噻。帮助越多，我们钱就越多噻。帮助人就是赚钱道噻。如果帮助人有方法，如果做题，这就是术噻。如果不学道，常些说，好像养不出鱼噻。呀，你对中国足球了不了解哟？我听妈妈说的人不得是，爸爸有咋说嘛？要我问你，为啥子我们中国男足为啥子踢得不好？到底啥子原因？你给我讲一下嘛。爸爸这还要问嘛？我一眼就看出来，足球没根基，爷爷道话自然了噻。老子说，爸爸知道，事业好不？有政治才进得成，像道过一样，杳苗都没种，想自己下乡，哪可能嘛？我们露出真相，从来没看到哪个踢个足球，我就伤敌没有过。孔子也说了嘛，无以说，无言小利，益处极不大。踢足球就好像用水一样是有很多年天成才的嘛。那很多人要花很多钱，希望那一天长成大树。这个就违背天道了嘛。因为一样只为道，说万事万物要平衡和发展嘛。人先人最全论，今年是年论，最后论噻。
两个轮子同时发展。我们国家足球队也做得好嘛。我就说，民族不分也道生，我们足球老师都摸上真疼，你再折腾那有什么用嘛？我听妈妈说的，这都是国外的人，给我一个村有个足球教练，而且别个这公司高得很，也不别个好重视嘛，别个这个运动很咋个移民噻，要移民那就运动了，运动才会有希望嘛。我还放错了，就和父母就比如和家和有就写作业，很多父母认为打足球为不正确，就是考高分的，那是作业。你看嘛，这样子打就去教嘛。